颅内动静脉如果无正常的连接，造成欠缺微血管的缓冲作用，形成颅内动静脉的瘻管，症状对头痛、恶心、呕吐，甚至脑出血、昏迷甲死亡等。治疗的方式包括手术来切除、栓塞加放射手术的治疗。因为手术切除风险甲恢复期相对的较悬，现在透过电脑刀放射治疗，会用大大降低风险甲并发症。治疗这个瘻管的方式通常有3种，一个是手术，一个是栓塞，再加上今天要讲的就是放射治疗的方式。那我们在奇美医院放射治疗是用电脑刀的方式进行。电脑方式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快速，而且除了有效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其实病人的舒适度蛮高的，那副作用也很低，而且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成效。因此在这个治疗上面就不需要我们传统手术去开大刀，也可以得到适当的控制。对，它是非侵入性，是一种放射治疗，也就是我们传统的电疗，但是经过大量的改良。那对于正常的组织破坏也很少，所以引起的副作用才会这么的低。根据奇美病院电脑刀中心的统计，对2008年引进电脑刀到目前，总共完成70个颅内动静脉瘻管的病人治疗。经过追踪，因为低复发率甲低并发症，嘛互病人满意度拢真悬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